60秒帶你體驗大阪頂級鐵板燒，一次過食晒伊勢龍蝦、新鮮鮑魚、魚子醬、A5 佐賀黑毛和牛。由前菜開始已經好花心思，仲要俾呢碗超濃郁嘅南瓜湯驚豔到。第一道鐵板龍蝦已經好癲，燒到爆晒膏，龍蝦肉超彈牙鮮甜，再加上魚子醬嘅鹹鮮味，口感層次超豐富。新鮮活鮑魚口感爽彈，重頭戲師傅仲表演超犀利嘅火焰和牛，選用和牛界頂級 A5 佐賀黑毛和牛，燒到外焦內嫩，油脂感喺口入邊大爆發。記得幾飽都要食埋呢個蒜香蛋炒飯，蒜味濃到不得了，仲有大阪必食嘅大阪燒。餐廳連碗碟都係用 Hermes， 由食材到餐具都花盡心思為你帶來滿滿嘅奢華感。最後連我嘅甜品位都餵飽埋，成餐飯超滿足。下次去大阪一定要食呢間，follow 我 Ken 天睇更多日本美食分享。